继续关心台南天狗节的疫情。即马台南天狗节疫情是真热烈、真严重，已经超过8000例。有一个住伫安南区的重症患者，伊目前当伫家护病房治疗。即马伊的翁婿是批评讲，相关单位拢在推塞责任，社区的草啊拢无去喷、无去处理，藏炭病网，疫情才会这热烈拢未收煞。公所即马是表示，即块空地啊是社区的管委会管的，已经要求因爱改善。 伫咧台南有一位26岁女性住伫咧安南区，本身就慢性病，15去抵着天狗节，才无几天的时间，就引发出血性重症。伊翁婿出面指控讲，是因为这社区上过垃圾，草啊是乱生，相关单位互相提责任，才固在这个炭病放乱。应该是要由里长通报。今天如果里长没有能力，管委会没有能力的话， 里长第一时间要通报，我是从8月12号跟他告知，挂超爱厂商的电话，结果也都没有处理。翁婿也指控讲，住户有甲管委会反映几落届，讲爱烤草也的整理环境，却因为工程发包超过10万，管委会受到社区规约限制，无被处理。通报里长黄伫天狗节说讲爱厘清这块范围，社区变做是防疫空棚，说拢无法度解决。 预算超过10万块，管委会要召开区分所有的学能会议，它有一个法定门槛，出席人数才能够表决。啊，你今天如果提早通知的话，疫情就不会蔓延。我们其实也有请环保局来协助过，可是因为我们和顺国仔的车辆真的是比较多，然后我们有贴公告，有广播过，可是车辆就不挪。那环保局想要协助也 无从协助啊，只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归到那种社区管理的社区管理的概念。不过，安南区公所表示，经过调查，当地所有权属社区管委会，区公所也发公文予社区限因限期改善，若准无者会开罚。可以使用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条例，针对它限期改善。 除了这部分，附近社区的中华区也互指控讲，是这固在炭病网乱生乱传凶手之一。不过20已经请人去整理啊。台南市天狗节确诊人数超过8000例，疫情真严重。相关单位认为这是非常时期，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配合防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